各位老細，歡迎回家啊！7萬蚊入住坦洲嘅精裝3房單位啊！一條馬路咧到珠海嘅明珠輕軌站，一站式直接翻去珠海站，翻去港珠澳大橋都係冇問題嘅。7萬蚊首期啊！坦洲新房，跟住我鏡頭上去睇房，就係呢套110平方嘅南北通雙陽台嘅3房單位，7萬蚊首期你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呢邊咧係我哋入戶嘅地方，密碼、指紋、3合一嘅門鎖都係交房標準嚟嘅。廚房位置咧係贈送面積嚟嘅，所見即所得，廚房都係交房標準啦。超實用嘅3房啊，南北通雙陽台嘅戶型啦。睇下房間嘅地方先，7萬蚊首期啊，坦洲最靚仔嘅3房啊。呢個樓盤一站式直接到珠海嘅明珠輕軌站啊。嗱，洗手間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。呢個房間都係超級大啊，正唔正啊？咁實用嘅3房，7萬蚊首期，你話唔中意咩？呢個主臥啊，都係超大啊。呢個樓盤去三冇咧，都係幾分鐘嘅時間啊。一排嘅衣櫃、洗手間安排到位，就係咁樣一套3房單位啊，7萬蚊首期買坦洲嘅新房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留言3個6，我發資料俾你。